呢條片咧係有感而發，雖然咧唔關投資事，但分享作為人嘅價值，亦係我呢個 channel 其中一個主題嘅分支路線。自從網絡發達，人嘅一言一行、一句說話，好快就會被一傳十、十傳百。要喺網絡嘅世界搏出位，引用誇張嘅主題，製造輿論大風向，進行極端嘅行為，一沉百踩，落井下石，一啲都係好容易吸引眼球同埋大眾嘅好奇心。因為有人睇啊，先會有流量，所以媒體嘅演算法更加會積極去推一啲嘅話題。發財要立品，真正嘅理解係先學做人，再學求財。三觀所指嘅係人生觀、價值觀、世界觀。天下之大，亦都唔到你我管。人係自私嘅，我亦都會自私，但係自私咧又係咪代表住要去害人同埋奚落人呢？有時人講嘅嘢咧會不經意咁樣去傷害咗其他人。我嘅說話唔一定係好聽動人，會有人認同，亦都會有人唔認同。批評可以分係好意同埋惡意，一切都係在於說話者嘅出發點。聽其事，觀其行。但過分執着嘅批評，即使原意係出於好意，往往都會以口舌之爭作結，變為口業，化成一種惡嘅業力。佛學上，人自出生咧就帶住業力，你對其他人好，人哋未必領情，更唔一定會對你好。當人哋犯我，以德報怨定係以牙還牙，選擇權都係喺自己手。當你睇到人哋唔好，唔幫，最多都只係唔結緣。若然落井下石，種下嘅就係惡緣。做人最難嘅唔係賺錢，而係收心。天下之大，要賺錢機會何其多，但真正能夠收心嘅時間，機會少之又少。因為人心欲造，雜念多如繁星。淨係睇投資市場嘅生態就已經係好好嘅例子，只要稍為有一啲嘅消息同埋波動，已經觸發好多人嘅神經質。更唔好講話生活上嘅嘢，人已經忙不透氣，仲要再多管閒事，只會徒增人際關係嘅煩惱。若然再加惡意中傷，民心有啲咩得着呢？